情深我款款，找你在望窗戶。你見到佢咧，慢慢呢度啲鼻會自己轉過嚟，佢會自己落鼻嘅，慢慢降落去。佢就開始喺度唱。咁當佢每一次佢唱到最尾，佢嗰支鼻咧就自己慢慢升起，就去翻佢個原位，咁就成個聽歌嘅過程就完成。鄧麗君嗰啲啦，嗰啲都好經典啦。嗰啲咧，我所知，而家好多後生仔咧，中意聽翻啲懷舊，嗰啲舊歌啊，嗰啲可能係80年代啊，或者70年代嗰啲舊嘅金曲。咁佢覺得聽黑膠碟嘅感覺咧，係會有另外一種味道咯。因為你黑膠碟係全部係唔係數碼嚟噶嘛，係 enter 落嚟噶嘛。咁變咗就佢就話，誒有一種唔同法。